權，權字共10筆。第一不點，第二不撇，第三不橫，第四不橫，第五不撇，第六不捺，第七不撇，第八不橫，第九不橫，第10不豎鈎。上下列球。拳的字義，屈指捲握起來的手，拳頭，投讀輕聲。徒手的武術，拳術。打拳，太極拳。拳抱，拳腳。肢體彎曲，拳曲。拳起腿來。量詞，用於拳頭打人的動作，打他幾拳。拳的詞性分類解釋。名詞，手屈指捲握成的形狀。喻，雙手握拳，揮拳打人。一種徒手搏擊的武術。喻，打拳、太極拳、少林拳。量詞，計算拳頭出擊的單位。喻，他連揮3拳，全部落空。成，如春秋時衛國有權利。動詞，彎曲。喻，拳起腿來。不齊，顏之推顏氏家訓，免學，時有宦戒，手不得拳，膝不得屈。唐，柳宗元總樹國拓佗傳，他直者則不言，因拳而討役。